上一集结尾，珍妮母女咬死露娜下药的事情不放，而学校领导无一例外站在珍妮那边。珍妮妈妈催促校长尽快召开校园暴力委员会，执意要把女儿的竞争对手赶出学校。而露娜母女究竟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这天，千瑞珍在面试补习数学的家教，眼前这个穿着有些寒酸的女孩叫安娜里。安娜称自己曾经留学于美国名校，因为家庭原因只上了1年便休学了。瑞珍发现安娜竟然是自己的校友，忍不住和安娜谈论起母校的风景和美食。面试结束，安娜顺利通过。然而赫拉宫的孩子们并不像瑞珍那样对安娜有好感，尤其是周会长的一对双胞胎。安娜想给每个人做一下初步测试，西京一脸不屑，站起来准备走人。安娜拦住西京，坚持要他完成测试。看着这个不识好歹的老师，西京直接叫嚣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测试我们？”还嘲笑安娜穿的衣服是假货，随后直接带着伙伴们扬长而去。安娜心中委屈，但也只能忍气吞声。教室里只剩下恩星一人，恩星表示自己愿意补习。晚上，周会长喊朋友们来顶楼聚会。书房里，周会长把违法吞并建筑的利润分给李律师和夏医生，得到好处后，三人开始密谋下一个目标。千瑞珍姗姗来迟，周会长看到性感大方的瑞珍，立刻动了心思。他利用慧人病情恶化，需要照顾，直走秀莲。宴会途中，瑞珍故意绕过周会长上楼，周会长跟上去，抱着瑞珍开始亲热。这时，醉醺醺的夏医生发现瑞珍不见了，脚步踉跄地寻找自己的老婆。夏医生一路前往2楼，就在他要看见楼上抱在一起的周会长和瑞珍时，李律师酒醉不慎滑倒。夏医生连忙去查看李律师伤势，楼上2人看到危机解除，继续肆无忌惮拥吻起来。这边露娜去学校之前，允熙一路追出来叮嘱露娜，在今天的校园暴力委员会上，一定要在珍妮妈妈面前承诺放弃声乐。露娜随口答应下来，着急忙慌地离开了。允熙放心不下，和露娜约定今天下午3点和她在校门口碰面。下午3点，允熙等在校门口，她给露娜打了无数个电话，露娜却一个都没接。允熙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她随手拦下一个学生，问露娜的去向。同学告诉允熙，露娜说自己今天有音乐辅导，根本没来上课。